妹，我是还袂转来。你困无偌久就转来啊？讲到5千块去啉烧酒。哦。喂，金经理。嘿，大你好。好，无问题。一定是我该敲一注意线。即摆就随伊办。好，就先安尼啊，好。小明，我先收注意，若是啥物代志无多处理，伊只请到桌上。好。好。阿三。冰华。阿三，我先去办一下代志。无，你坐。我实在唔敢相信，讲金德利能够重新出发。因两个兄妹啊，安尼做伙打拼，业绩愈来愈好咧。一家人平安顺遂，逐项拢好啦。唉，就是一项不足。唔知伫当时才会当抱孙啊。敢威胁我啊？去死啊！小明，我去外口处理一寡代志，代志办煞，我就直接尾数转去。是直接去厝我遐吼？嗯。你在看啥？哦，参考书啦，要问厝的，啊，着要考高中啊，是讲加减对有帮助。哦，时间过得真紧的，之前才听伊讲咧读初中尔，即摆目一个年，伊就随要毕业考高中啊。好，我先来去。好。明华，哎，不错，恁两个先讲吼，我先来买。好。今日你看我哦。送包饭的请假。小啊，我到这嘛。哎。阿姐。你好。阿姐。你好。阿姐，张来无来啊？因为昨下姐咧忙一寡代志。好。啊，你喺写功课？嗯。来，我看卖。好。老板，我来，我来。郭老板。哎，阿头姐嘛，我来。啊，好，袂歹袂歹啦，饭你好去啦。安尼偌济？你还买啦？好好。来，哎，我这300吼。哦，来，300行。安尼，再找你。啊，行。多谢。小啊，嘿。我面搭卤味拢卖完啊啦，啊你互我一寡小应付者。歹势咧，啊你即摆看到遮吼，拢是有人订的啦。啊，一包啊，我本来吼是讲让互厝边隔壁，无先互你啦。多谢咧。啊，偌济啊？250。哦，250。来，我找你50。好。啊对啦，明仔载吼，迄加卡加薪吼，加30几互我啦。哦，安尼啊？好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无我先来走。好，多谢你，嘿，多谢。红啊，啊你毋是讲吼有啥物功课袂晓的，唔紧请冰花一甲你教。好啊，阿姐。来，倒一条，看卖。对啦。倒一条，我看卖。这个是好佳哉你有来啊！啊，若无吼，红啊，应该功课啥我唔捌，唔知要安怎。来，小哦，小，阿头姐来，紧食。啊，好啊。哇，拢是我上爱食的菜，而且要有我上爱食肉质啦。啊，唔紧食。好。李太太，李先生，恁后生比我那边搁大几若岁，啊，哪会到即摆还袂娶啦？恁就60啊吼？
阮棉花吼，啊，着事业较无用啦，婚姻哦有淡薄仔耽误着。唔免啦，家己就有伫找啊。等你是咧讨什么大气啦？啊，人即马都有顺当坡啊，好命啊。多少？多少？我倒来。你是怎样倒去？哦，我去树仔遐，啊去看天王美惠，想煞甲因功课啊。倒顶迄是啥？隔壁张太太摕来的啦，因孙今日满月。哦，那嘛真紧的哦。紧哦，紧甲连油饭嘛捧来啊，啊你拢袂感觉歹势？我是要歹势啥？你几岁啊？伊几岁？爱20我就做老爸啊！你要30啊呢？啊，搁你弄榴莲，我甲恁卡上哦，两拢要60啊呢。啊，你是要互阮两个无面通去记咱的做工做嘛？话莫讲遐重啦，啊，明华阁少年啊，咱也是有机会抱孙啦。多少？4年前我就捌讲过啊，我会使捌甲树仔做伙，毋过希望你莫阁逼我结婚。确实是有影，你拢无搁提起树仔的代志啦。但是我感觉讲，这4年来你心肝内拢在想树仔啦。我甲树仔是朋友关系尔，敢讲连真朋友都袂用成。安尼啦，一有闲吼，就去树仔遐。我看吼，伊嘴里讲要放弃树仔啦，其实伊心内对树仔一点仔都无死心。树仔若无搁另外找一个对象，伊无可能死心啦。啊，搁偏偏树仔，伊就无要改嫁的意思啊。头骨哦，你看，咱敢会做毋对代志？若是一开始咱就接受树仔啦，代代方方相传因，我看咱即摆已经咧抱孙啊。哎呦，杜桑，你吐啥物大气啦？你其实你即摆以后还阁会赴啊？人像我即摆还阁少年呢，要生孙互你抱是无问题哦。